大秦刑律严禁巫蛊，放蛊是要杀头的。他们喊我曹鬼婆，是诋毁老妇。不要狡辩，《左氏春秋》里就有记载，说放蛊就是起源于你们楚巫。你以放蛊起家，在巴蜀名声赫赫。若真是草药治病，怎会如此穿金戴银，聚集如此显赫家当？你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用不着遮遮掩掩。这里没有外人，只要你实话实说，我保你财源滚滚。这，贵人想要老妇做什么事？你若真是手段高明，这些珠宝全部供你享用。贵人出手大方，老妇怎敢不从？那你可有蛊带在身上？难道贵人要亲眼看看？对，眼见为实。就是他呀，这么个小玩意儿。哎，贵人不要小看他，这蛊虽小，可神通广大，它能让人生不如死。如何生？贵人莫动，将它放入茶碗酒水中，让人服下。那中蛊之人3个时辰之后就会发作，首日发作，疼痛撕心裂肺；第2日发作2次，疼痛深入骨髓，痛不欲生；第3日会发作3次。若想止痛，就必须驱除蛊虫，那就得服用特制解药。解药？你有解药吗？这是解药，服用后1个时辰就可解蛊。记住，这解药服用前不得遇水，遇水即刻失灵。还有这样的事？那如果没有解药，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形？若不服解药，半月之后鬼魅迷惑，神志混乱。贵人想让那中蛊之人做什么事，无所不从。到那时再想服解药，驱除蛊虫也晚啦。晚了2旬之后，蛊虫食尽其5脏6腑，中蛊之人四肢溃烂而死。快，把这蛊虫拿远一些。夫人，请用膳。夫人应当保重身体。魏夫人那边在想方设法联络雍大人和魏冉将军，一旦办妥，便会送夫人出宫，与公子祭团聚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痛，
母，这米夫人昨日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日功夫就痛成这样？难道是得了什么古怪急症？怡儿别急，姑母倒是听说这世间真是有一种急症，染上之后如同承受百虫啃噬其骨，那滋味儿真是痛不欲生啊！那急症有药可治吗？有是有，就是那药珍贵，得来极其不易。太好了，既然有药，救人要紧，赶紧派人去找。我相信米夫人一定会不惜代价酬劳咱们。不劳你们费事了。妹妹此话何意啊？你们心里清楚得很。你们先前从我这得不到的东西，是什么手段都得不到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可真是误解了姐姐的一番好意了。我曾想到过，你们会对我做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，无非就是用药下毒。妹妹息怒啊！我们也是为了公子季和怡儿肚子里的王儿才出此下策的。眼下妹妹手里有没有那遗诏都无妨，只要妹妹肯写下这承诺，答应新君登基后，公子华为摄政，武王后生下王儿，便立他为太子，我们即可和好如初，两全其美呀！一个胎儿，男女不知，你们竟如此费尽心机，不择手段，只怕这胎儿有渣，是个妖孽。你信口开河，等武命王后。我曾想到你们会不择手段，没想到你们会下作到如此地步。好，芈月，算你硬气。可你就算是再硬气，也硬不过你身子里的蛊虫。我这儿有一个解药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即刻就可以给你。你若冥顽不化，那蛊虫自会给你教训。今日只是一个开始，明日可就没那么好过了。这痛楚日日倍增，定会让你知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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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姑母，咱们走。芈月她咎由自取，等到明日，再往后日，她就会来苦苦哀求我们的。夫人当心！快把她捡起来！夫人，这我和武王后好心遭雷劈，芈月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只怕这胎儿有渣，是个妖孽。你信口开河，等武命王后。已经第3日了，芈月那边竟然还在死撑着。反正解药已经没了，看他还能撑多久了。哎，那个曹鬼婆不是说了吗？半个月后，鬼魅迷惑，神志混乱，想让这芈月做什么，他就得给咱们做什么。可他若真死了，事情该如何收场？扶阳宫上下都会知道，他是突发疾病不治而亡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米夫人，米夫人，米夫人，
李夫人，我是木心呐。木心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3年前，我重伤后被唐夫人相救，伤好以后，唐夫人把我安排到了富阳宫。前些日子，魏夫人他们占了此处，我在这里做粗使，倒也没被他们认出来。偶然得知夫人来了，小的日夜盼望和您相见，只因把守太严，一直不得空。前日听说夫人病了，我没病，是魏夫人他们让人给我下了蛊。下蛊？他们怎么这般黑心呢？这可怎么好？前2个月，女医治出城采药被乱兵杀死了，不然他一定有办法。夫人，木心拼了性命也要救你。这宫内外日日有人把守，恐怕你救不了我。何况那蛊虫害得我日日发作，一日比一日重，只怕来日不多了。不会，我去找人帮忙。我去，对，夫人的弟弟魏冉将军，我去找他。只可惜，我也不知道此时魏冉是在何处。看情形，我是凶多吉少。夫人，你别说丧气的话，一定有办法救夫人的。我若出不去，你要想办法出去。把这东西交给雍大人。好，我找魏冉。或许有一人，你可以去找他。那人是谁？在咸阳东市，他是姓梁的皮毛上古，他是义渠郡的人。好，夫人，我这就去。夫人，你自己保重。快去，母亲，快去，快去。